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的欧盟外交关系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指出，双方仍存在分歧，但欧洲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共同努力，需重启中欧人权对话。博雷尔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中称，在会谈期间讨论了维吾尔问题和香港的局势。博雷尔就台湾问题强调，欧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乌克兰内阁批准了克里米亚解放和重组战略行动计划。丹尼斯·西米贾尔总理在会上发言说，通过的文件将是克里米亚回归的综合路线图。一份调研显示，中国在境外推进的大规模基建计划已经给一些贫困国家带来了高达385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这项由国际发展实验室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由于各大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透明操作，已经使数十个低收入国家政府背上了高额隐形债务。YouTube 周三表示，为了阻止反疫苗错误信息的流动，站方将不允许那些声称卫生当局批准的疫苗是危险的或不起作用的视频。新政策扩大到阻止围绕其他疫苗的错误信息，包括流感疫苗、麻疹和风疹疫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费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黑海沿岸的索契总统官邸举行会晤。普京在会后说，这次会议非常有益和重要。埃尔多安在推特上说，我们在与普京进行了有效会晤后离开了索契。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呼吁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缓和双边紧张关系。据报道，冯德莱恩在访问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后，昨天对科索沃进行访问。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瓦斯拉夫哈维尔机场，在一名怀疑是毒品走私者的西班牙旅客的腹部发现了约1.5公斤可卡因。